阿美族有一种很简单的唱歌方式，就是一个人领唱，然后其他人打唱，打唱的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的旋律就会不断变化这样子。好，打唱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就好了。哇，孩子们，为了我们的土地。你要哭啊？谁的呀？啊，来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当你唱，然后你跟着我部落弟弟一起唱打唱，好不好？哦哎呀哎呀哦哎呀，哦哎呀哎呀哦哎呀，很简单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就8个字而已，其中里面还有3个字是一模一样的，最简单的喽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谁知道？谁知道？谁的？谁的？啊哦哎呀哎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哦哎呀哎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哎呦哎呀哦咿哟咿哟哎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哦，好不好？孩子们都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，我们加油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掌声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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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嗨呀咿呀哦嗨这个要还我哦，要10几块要还我啊！谢谢大家，我回去加油，回台东了。